社会伫咧进步，咱来为咱的生命找出新的出路。面对着这性骚扰甲霸凌是绝对袂当吞忍。来看这卫福部新型传染病整备组省院的组长，洪指控讲伊背书是地下皇帝共款，对这当然的歹歹叫个写公文。疾管署今日下晡是召开记者会来说明，讲这省院的组长这工会场霸凌案成立，科技会决议要甲伊记过2届，甲伊主管职提调，而且调离规即卖的单位。疾管署长曾仁祥也特别向当人也有社会大众来回释的。这场霸凌议题持续的议论，卫福部疾管署嘛传出新型传染病整备组省院的组长嘛涉嫌霸凌暴俗，也有网友甲大声嘛当人的录音公开。对这个代志，疾管署27下晡召开记者会公布调查结果，省的组长这场霸凌案成立，科技会嘛决议甲伊调离原单位，背调伊的主管职，各记过2届。网络上不管是录音档或者是文字的描述的这个部分，经过我们的匿名问卷以及面访，看起来都是属实。疾管署表示，顶礼拜成立专案调查小组，针对46个相关当人进行网络无记名的问卷调查，其中有15个人愿意接受面访。经过提报安全甲卫生防护小组审议，决议这场霸凌事件是事实。为这个代志，疾管署长曾仁祥特别向当人甲外界回释的。后续组长的工作由副署长罗一军接待，以后也加强这场霸凌防治甲内部申诉的管道，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发生。避免这个后续的事件再发生哦。那我们也会加强这个宣导我们相关的申诉的管道，以确保这个申诉管道畅通。疾管署搁再声明，反对任何这种霸凌行为，会好好检讨，会记得这个事件教训。也是卫福部2个市长加1个前市长，互人指控涉嫌这种霸凌案件，目前由处长李建德积极的调查，一定29个礼拜5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